收钱，互你东北角出现一粒长尾星，个头对地，搁咧尾跳天，敢是尾款的天年，讲东城搁咧讲西市，空旱无落雨，田无破，一分做路。 百姓样样要饿死，一斗米仅仅50块，囡仔人饿甲咿咿吐，老大人饿甲嘴斗哭哭哭，一少年人饿甲放尿袂人哭，哈哈！哇，你念甲哩哩噜噜，别歌斗菜歌就爱先甲观众朋友自我介绍，无人把你一头红油了。 爱自我介绍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来，咱这文田里的乡亲哦，大家拢真欢喜啊。安尼哦，自我介绍一下，也我叫做酒空花香。也人吼食菜食上清，也我吼食菜拢食较大材为介。也啥物拢食，就是人肉无食。毋过吼，像我这歹模范，毋通学来。 我听你讲话哦，弄个佩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吼就是高追老人你今年几岁？今年都63。你几岁？今年我63。准年嘞？准年我63。你唔食愈老愈糊涂。 我会记你去年你都63，当年都63。人是食一岁加一岁，食一担加一岁。后者安尼，逐都63。我都袂使64，不能64，阎罗王就请我去后迄个代志。有来吴仲雄大叔讲的，我甲头扣咧。安尼听咱毋着我爱甲观众朋友请安问候一下了，对哦，问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下正是天干龙君幸运星，也是安怎我会叫做天干龙君幸运星呢？因为天总是有目睭啊，天有目睭会当分辨人间的善恶，也我就可变天的目睭，专门在人间洞悉人间的善恶是非。也今仔日来到着这个所在，接到风声。 灵光财主伫这个建国武商会要来移动着魔教万众灵光脱胎神展开一场良金虎斗，咱三人绝对爱往到武商会帮助着。如果恐怕灵光财主会不利啊！安尼哦，安好哦，赶紧，咱对这个建国武商会所在进发，咱是赶紧。